近日呢，上海豫剧院带着原创作品《动君娶妻》呢，是前往北京演出，亮相第4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。这是上海豫剧院的第1部小剧场作品。知名的粤剧演员王柔桑和盛舒阳呢是担纲男女主角，这也是粤剧副派、范派、影派之间的一场交流。女子来，一起唱啊，动君娶妻以古老的湘西传说为基础，讲述男主角苦良爱上邻居芷兰，为求爱情和顺，他祈求动君保佑。在饮了冻里泉水后，苦良奇妙地幻化成英姿飒爽的动君神貌，与情窦初开的芷兰情投意合。但假动君与真苦良终究是同一个人，懵懂的芷兰到底能不能识破秘密，从而找到幸福呢？我在里写一情为相完成。不这里快为张你在动君娶妻中，除盛舒阳的副派芷兰外，王柔桑将同时挑战2个截然不同的角色，一个是忠厚老实的苦良，一个是风流俊雅的假动君。同时，他还要兼唱2个不同的流派，其中苦良部分唱范派，而气度不凡的假动君则唱影派，难度不小。每一场其实它是2个人物之间一直在调换嘛，所以每一场基本上都会换服装，我们就是开玩笑说，基本上我把那个妆全抢完之后，已经是气喘吁吁的上台了，然后我们还得在台上很淡定的在唱。王柔桑和盛舒阳作为上海粤剧院知名演员，2人搭档多年，合作的保留剧目有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孔雀东南飞以及梅龙镇、千里送京娘等。这回虽然是唱了一出新戏，但他们之间的默契依旧是没得说。我需要有很多就是剧内当中大家看到的东西以外的功课去做许多，可能在这一场上场之前跟上一场下场之间，我需要自己填许多的潜台词，才能跟下一场衔接上。在演员表演为核心的基础上，动君娶妻在舞美、编排等方面也逐渐匠心，高科技元素与传统东方文化的结合，为该剧增色不少。我们的舞美实际上这次运用的并不是说我们每个场景的变化，而是在一个相同的场景当中，只是用我们戏曲最本真的陈实性的动作去改变了环境。人物的造型上面，我们用了很多影视题材的一些手法，比如说甚至是有塑胶、塑形，然后玻璃钢，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它神话题材，我们就会用一些甚至把光影放在演员的身上。芷兰与假动君、真苦良之间的爱情故事，实际上是编剧通过传统的粤剧形式，实现与观众进行现实哲理的沟通。谁心里不曾住着一个动君？谁身边又没有一个苦娘？就是这里边有2种爱情模式，其实以前是我们粤剧所常见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现实的。这样来说呢，可能就有一种寓言的色彩，有一种深沉的哲理。所以这个呢，我觉得是跟现代观众是相通的。娱乐新天地北京独家采访报道。